起動或者個表現相當咗㗎嚇，表現相當有力啊！你睇下幾萬啲水花，你見唔到啲人㗎啦，一樣都係啊！整個前拋做得好好㗎，我哋今日嚇，相當快啊！佢哋起動，好啦，呢度起咗鬼怕，就準備入彎啦。好啦，已經準備入彎㗎你先嚇。睇到我哋嘅手感係好定㗎嚇，好快嚇，鏡頭見到佢試過，非常之快嘅，好快。现场感受到真的是快的那个速度是完全刹停不了的一种